东西啊？哎，老赵，你女儿来看你来了。叔啊！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？看你脑瓜子看，我擦擦。哎，爸，今天中午啊，我要带着小楚回家。那你们这次回去也就别回来了啊！你妈呀，不会把他送走吧？我得回来照顾您。我不用照顾，我在这儿还不一定待在什么时候呢。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爸，您甭管了，这2天呀，您要自个儿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。我呢，得带着小楚现在赶到车队，要不然啊，就赶不上回县城的车了啊！啊，那你快走吧。哎，小楚，跟爸爸再见啊！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来，跟爸爸再见。来，爸爸扎一个。哎，同志，问一下，去县城的汽车还有没有了？走10多分钟了。啊，小楚，完了，咱俩晚了10分钟，回不去了，得等到明天了，知道吗？不用等明天了，我送你们吧。我刚才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在车上待着呢。啊，来，小楚，大哥哥抱，来，大哥哥送你啊。哎，走啊，还愣着干嘛？走，来，谢谢你了啊。自从上次碰见彩金妈以后，我怎么觉着你老故意躲着我呀？没有的事儿，是不是他妈跟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我给小楚买了点吃的和穿的，都在这包里。不用了，小楚他不用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扔东西啊？不用，我留着也没用。你停车！你赶紧停车！你停不停车？你不停车的话，我就跳车了啊！我跳了，你停不停？小楚，在车上等大姐啊！我想撒尿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哎，这儿是哪儿啊？我不记得了。那你真是健忘了。这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第一次。哦，哎，是这儿啊！你别说，啊，还真是哎。小楚啊，就躲在那棵树后面。不是，是那棵。那棵。但是就在那儿，你还偷我的东西。你和你们丐帮的那俩团伙合伙骗我。你当时是不是丐帮帮主啊？边儿去！不过我那会儿还真有点像丐帮帮主啊，15天都没洗脸了。真的？还偷你的钱呀？你不是老说我偷你钱吗？瞧不起我们庄稼人。这叫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啊！一边去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是把我当外人了。哎，小楚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小春回来了，小楚也回来了，妈，在哪儿呢？这就进院了。妈，
我回来了，妈。你这一猛子扎哪儿去了？啊，有你这么造反的吗？妈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妈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还一直没有了。妈，别气，我想你。你傻了吧唧的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气死我了！你害苦了我们了，你妈，哎，别生我气啊，我想你。小楚，找妈妈来啊！来，妈妈抱抱。让妈妈抱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到底谁是妈呀？你看，我说小楚啊，走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1个多月，小楚长大了，就是长大了，就是长大了，胖了。哟，她二姐回来了，啊，你二姐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二姐去不成兵工厂了。哦，她二姐是不是爸的那个何叔叔给你弄的那个兵工厂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是咱爸跟我说的。来，自己拿着啊。哟，对了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现在啊跟爸在一个农场，向阳农场。妈，大姐是从爸爸那儿回来的。沙老大啊，你从你爸那儿来的？啊？那你进门怎么没说呀？我倒是想说呀，也没人问我啊。哟，你还挑理儿呢？那你爸那儿在哪儿啊？我爸在向阳农场啊。就是向阳农场在哪儿呢？哦，向阳农场吧，就是离这县城里还得有几十公里呢嘛。我们还必须得坐那个长途汽车，坐完那个长途汽车还得坐班车。哦，不是班车，妈，不是班车，是那种大卡车，最大的那种大卡车。妈，我爸说了，您别去了，他心疼您，您不用去。整个一个还是没说清楚啊！妈是问你爸爸在哪个县的？怀古县城啊。这不就结了？就要你这一句话。哎，来，小丹，那你爸怎么样啊？我爸呀，我爸现在住牛棚呢，不过妈还好。我没事就偷偷的给我爸送点炒菜和馒头。哦，我才去了这么几天，我已经给我爸拿了2瓶半的白酒了。我想那牛棚潮湿，让我爸多喝点酒，我爸也爱喝，这不对他身体好吗？来，子杰，我们家多了一个救世主啊，大救星。大解放喽！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爸在那儿受苦，你们这是瞎说什么呢？都给我闭嘴啊！哎，沙老大，给你5毛钱，去买点肉，咱们今天包包子。不用，妈，我兜里有钱。来，你拿着，我去买去了。嘿，那再打瓶醋吧，家里没醋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妈，您还要什么？您尽管跟我说。那你先去吧。哦，好，那我去了啊。怪了，两半截不穿了，兜里有钱了，说话不呆了。妈，恒氏他肯定在那头找了一个村儿，找了一个村姑爷，就是我要说的。别瞎说，奇怪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猪往前拱，鸡往后挠，各有各的道呗。不管了，吃包子。沙老大回来，咱们就能吃到包子了。嘿，你妈没给你包包子啊？妈包的包子不好吃。嘿，你们找凑呢都别吃了，省着点儿。哎妈，你把花生藏哪儿啊？